室内来香港写一稿，我这个在来香港写一稿。来测试一，来测试1、2、3。来测试1、2、3，1、2、3。
来，红色，红色，红色。来，黑色，黑色，黑色。蓝色，蓝色。紫色，紫色。来，橘色，橘色，橘色，大声一点点。橘色，橘色，橘色，橘色。OK，好。Hello，喂喂喂。
大家平安。老早会寒袂？会吼，看无啊滴暗暗，嘛有看到足久无来甲咱中的朋友，咱礼拜煞会使互相交流啦吼。啊，即马咱要做伙来礼拜，非常欢喜看到大家，请你甲隔壁的人讲，非常开心看到你，非常开心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看到你。礼拜大声，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怜悯，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头顶有稳定，会当自执，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赐予阮一个上帝囝儿的身份，愿主帮助阮，会使日日敲找你的话语，会当日日心意会当换新，互阮会当伫咧你的面前，思想主你的稳定。主啊，感谢你即个神的主日，阮搁一遍伫咧教会，阮要来敬拜你。即个时阵，可能伫咧阮心中，也搁有当咧处理的代志，当咧思考，当咧计划，一切的事，阮拢暂时放的。阮来到上帝的面头前，阮要真正享受伫咧主你的听堂当中。愿主的灵即时刻，甲阮每一个人伫地。嘛，告诉阮还袂来甲圣殿的兄弟姊妹，因的脚步会使平安，会使有主你的听。主要恳求你伫咧今仔日的礼拜，无论是伫咧服侍的，也是伫咧主的面头前听听你的话语的，阮拢有一个虔诚、诚心要来敬拜你的心，愿主你会当看顾。阮将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每一个人。拢恭敬交托仰望伫主你的面头前，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各位兄姐大平安，平安，真欢喜伫主日会当看到大家吼。这天气有阵时安尼，有较回升啊，连面都搁降落安尼吼。歹势我嘛感冒一礼拜所以小等恁遐唱咧唱圣诗的时阵，可能声嘛会安尼怪怪吼。愿圣神帮助咱互咱伫吟诗学乐的时阵吼，圣神来引带咱吼。咱来到圣殿，咱就是要来敬拜主，所以咱开始咱就来唱《恁着爱学乐耶和华》这首真熟吼，这是郑明堂老师伊所做的歌吼。来。你着爱
罗耶和华。咱即摆甲换过，咱就爱学罗耶和华，好无？咱来唱2遍共款，咱逐个咱即摆来学罗耶和华吼，咱就学罗。咱就爱学罗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咱就爱学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咱就爱学罗耶和华，有永远的主爱。咱就爱学罗耶和华，唱歌学罗伊。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因为伊是听过一摆，咱就爱学罗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咱就爱学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咱就爱学罗耶和华，有永远的主爱，咱就爱学罗耶和华，唱歌学罗伊。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因为伊是听。感谢主，因为伊是听。咱来唱练咱今仔日要唱的歌，诗歌71首，71首，基督世界真光。咱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来，基督世界真光，伊我无别嘞，伫我中间，最兄弟来感谢。咱若看见，亲像看见天边，眼光只观上帝。基督世界和平，伊我无别嘞，无人使伊，煞来看见别嘞，谁人给嘞来，都被这做一体，眼光只观上帝。好，请咱各献归119首。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这拢熟的歌，所以咱嘛唱2节就好。上帝的囝基督，现做万方源头，常常是阮属乎。亲像雨水长流，当我的心脏，我的嘴，千声落求主分开。上帝在人爱，永远拢无变化。天地慢慢现在，人心无落像光。咱若想分比因较深，也该留下烟花热心。好，请咱闭眼心来做礼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即时，请咱做伙来吟诗，信诗71首，信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基督世界真光，以外无别个，伫黑暗中间做兄弟来共事。咱若看见伊，亲像看见天父，阳光指观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同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的后面，启应文第63篇。启应文第63篇，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显着咱三角来启应，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去的事会当肯定。
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对神，也必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真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咱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警告。对即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必来喊受掉，去咧要承受最产业的地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真接纳。伊的旨意是爱遮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可以到遮，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全知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的帮赞，是阮一切的源头，互阮有满满的稳定甲平安。即时，阮做一伫遮，要献就阮的一切，阮的一生，要来调记你，要来感谢学乐你。主啊，总是你帮助阮做做，阮也是常常软弱来犯罪。只是，阮要谦卑家己，用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求你赦免阮过去所行、所讲、所做一切，这一切得罪你的事，互阮倒转行伫你的道路顶面，伫未来的道路中，拢有你的恩典甲真理伫阮的生命中。下礼拜教会要举行2025年的会员互会，互会友会当搁较明白教会逐项的事工，搁团契聚会内容，嘛求主保守教会逐项的活动事工，拢有你的安排，你的恩典充满，互阮一切事工拢是要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你、相信你。嘛，互阮甲你有搁较侪结连，互教会所有服侍同工，无分大小，拢有你手术的智慧甲气力。因为阮知你的恩典是够阮用的，互阮有满满的气力，会当尽心尽力来服侍，来荣耀你的名。下周嘛是旧年的新年。恳求主会当保守阮伫即期间的出入，拢会当平安，互阮伫即期间甲亲情朋友嘛有真好的结连，将来有机会将你的福音播扬出去，互因了解你所带来的祝福甲平安是遐尼互人喜乐快乐。愿阮即时所求的一切，拢是合你的心意，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来求，阿免。
时，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现着我来读。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舍，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舍，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甲你甚物干涉？我的时还袂到。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凡若伊甲恁讲的，恁着行伊。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摆6个石甕，逐个画底滴2-3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就互伊满到甕口。佮甲因讲，呾着由伊放互将你宴桌的人，就放互伊。水变做酒，将你宴桌的试啉伊，毋知对叨落来，倒舀水的找用知。将你宴桌的就叫新囝婿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先摆好酒，到人啉济济，才用较厝的。倒你留好酒到即点。即个头一摆的新业，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读圣经到遮，请少年团契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是《心安然自在》。
即时要请你和传道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失算嘛是祝福，失算嘛是祝福。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即个寒冷的天气，做伙伫遮吼，做伙取暖，啊，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语。伫开始讲道之前，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个有缘会当伫礼拜日的透早组织伫遮，做伙听对你来的信息。求你看顾保守，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伫你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中间得到利益。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我想要问各位兄弟姊妹，伫恁的生活中间，啥物款的记号是恁一想就会想到的？有啥物款的记号？义务长老，啥物记号？停车场，对，停车场伫台北市最重要，对不对？若是对我来讲，我感觉上互我即摆一想到的，就是单行道。伫咧对伫一个高雄囡仔吼，去咧台北市吼，即个上惊遐的记号就是单行道啦。我常常徛到一半，有人喊讲单行道啦，我讲哦，歹势，几啊届啊吼，所以其实对伫我搁咧适应即个路交通的即个过程中间，单行道是我上惊吓的一个记号。其实伫咱的生活中间，比如讲少年人来讲，应该是 WiFi 的即个记号是对恁来讲较重要，敢性命咧。所以伫咱的每一个人的性命中间、生活中间，其实拢有一个有侪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代表一个伊特殊的意义。当咱咧看约翰福音的即个经文，这个整个故事内底，每一个事件嘛拢伊的记载，拢成做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为着要表明约翰伊要诉说讲的即个耶稣基督。所以伫约翰福音内底，咱时常讲的新约，其实伫原文内底的翻译，伊嘛会当讲是一个记号。所以伫即个中间，就代表讲约翰福音的经文内底，每一个新约，也是讲所记载的每一个事件，其实拢成做一个记号。即个记号是为着要帮助咱行往约翰所要互咱每一个人所认捌迄个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份，所以只有咱来了解这个记号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来理解约翰伊遮记载背后真正意义到底是啥物。咱才有法度超越这个囝对老母看起来无礼貌的对话，也是讲看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神验。咱若会当了解，咱就有法度来看见，伫即个背后神学的即个意义是啥物。有办过婚礼拢知影吼，婚礼上重要的即个上困难的一部分，就是宴谢的部分。无论是座位啦吼，座位啥物甲上坐啦，也是讲倒数啦、主持人啦，也是讲交代啦，也是讲仪进啊，第一次进场、第二次进场啊，也是讲即摆搁爱分啥物小礼物，搁爱做啥物活动，对不对？顶顶的美美角角足济啦，足歹做甲安尼面面俱到。当我咧想到我的婚礼的时阵，我嘛感觉是一场梦啦吼。无论是一开始吼，伫咧宴谢的时阵，发现讲惨嘛，要送工作人员的礼物无去啊，开始伫遐找，找无，搁来到我要表演唱歌，互阮某听的时阵吼，结果我紧张到忘词啊。我啥物拢袂记住啦！我其实前一工咧洗身躯的时阵，搁伫遐唱咧，系啊，所以搁毋免讲后来吼，互朋友吼灌酒灌到死昏去安尼。所以吼，对伫结婚迄天来讲吼，对伊人来讲应该是一个灾难啦，歹势啦。好你家知吼，结婚了每一工是算搁还可以啦，袂歹啦，搁算幸福啦吼。所以吼，今仔这个经文内底，咱就看到这个新郎，伊真正是面对着一个真大的一个失礼的状况发生，就是因要准备的酒竟然无够。迄当时的这个婚礼吼，因差不多爱备办一礼拜的时间啦，就算讲迄个一礼拜规个庄头内底的人拢做伙伫遐咧欢喜庆祝安尼啦。
所以因要准备差不多是一礼拜的酒啊，甲食物安尼。所以若是准备无够，伫迄个真注重荣耀家族的即个荣耀，也是讲名声的即个气氛内底，迄是真正有够闹气的代志啊。所以甚至有的人客可会伫遐讲啊，无钱就莫安尼办这婚礼安尼，办甲安尼哩哩啦啦，就会有即款声音出现啦。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咱会当想象，对伫即个主家来讲，伊是足紧张、足烦恼的，因为伊真正备办无够。这可能会致到互伊的整个家族受到别人的论断，也是讲别人的批评。当咱看到今仔日经文的一开始的第一个记号是啥物？就是第三天、第三日，是约翰伫即个特别要表明，就是耶稣要显出伊的荣耀的一个记号，伫即个经文内底。当咱咧看伫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的时阵，上帝爱摩西甲以色列人伫咧西奈山的山骹来雕记上帝，迄日就是第三日的透早。啊，若是当咱咧看新约的时阵，咱就一定足清楚的啊。第三日就是耶稣高我显出伊充满的荣耀伫咧门徒的面前的迄个时刻。所以今仔日是主显节的第二主日，也透过这段经文，想要来互大家来了解，来看到即个约翰所述说的即个故事，伊要怎样来讲耶稣所显现伊极其荣耀的身份的故事。所以，当咱有清楚知影这段经文是要为着来表示耶稣伊显出伊是荣耀的主上帝的囝的即个身份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来了解伊甲伊老母的对话。伫经文的故事内底，先讲到一个真趣味的，甲你分享。耶稣甲伊门徒受邀请去到即个婚礼的宴席嘛，对不对？啊，过来即个场景转看到地，转看到玛利亚就走来甲耶稣讲啥物？无酒啊呢，要安怎？吼，所以有个人做一个真好的一个解说，真趣味的解说。伊的解说是讲，就是因为耶稣的门徒吼，伤会晓伤够啉酒啊啦，啉一个吼，甲人酒啉了啊，所以耶稣的老母讲，紧的啦，你想办法啦，你门徒拢甲人的酒啉了啊，你紧想办法。这当然是一个较趣味的连结啦吼。总是伫咧神学的一寡的讨论内底，较侪人咧讲的，其实是因为，伊知影讲伊的后生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一个伊的囝安尼吼，所以伊了解伊的囝，所以伊来叫伊的囝帮伊的亲情斗想办法，斗想一寡会当解决的办法。吼，所以伫遮就会当来看到讲，这是对伫一个老母对伫后生的要求。但是重点来哦，咱爱知影约翰伫遮的记载，这是记载讲伊是第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为着要显明耶稣啥物款的身份。敢是玛利亚的囝的身份，也是讲约瑟的囝的身份，也是伊是上帝的囝的身份。若是重点放伫耶稣是玛利亚的囝的话，安尼耶稣伊所回应的即个回应的话，咱就会当当作是无礼貌的话。总是今仔日的重点，咱是要放到耶稣是要来显明伊是上帝独生圣囝的即个身份。所以咱就要知影玛利亚所对话的即个人，毋是伊的囝耶稣，是上帝的囝耶稣。也因为安尼，当咱听见耶稣伊讲，查某人，请你莫勉强我。当然，这是谈多记载，谈多圣经是讲老母啦吼。总是有的经文是记载查某人，也是讲伫咧原文内底，华语的内底，伊是讲这个妇女，甚至比较好听是说这位女士，吼。总是咱为虾米要看到讲耶稣伊要来撇清这个关系，是为虾米咧？这个查某人也是讲这个老母，这个字，就成做这个经文的一个锁匙。这个锁匙就是为着要来拍开，互咱看见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份是啥物。伫遮耶稣要表明伊所家己所做的这个主权，是在伫天父上帝的计划。所以伊特别讲，老母，你安尼要求我所做的这个代志，已经无说你互你超越你会当所要求的代志啊！你会无了解，你无了解这一切的主权，
拢是在伫上帝的掌管吗？所以当伊咧讲即句话的时阵，咱看到玛利亚随时就安那 ，OK， 我知影。安尼，伊就甲受测验的人讲，伊若叫你吩咐啥，你就做啥。玛利亚是一个真有智慧的查某人吼，所以其实耶稣伊讲即款的话，是为着要切断边仔的人错误的认知，甲未来可能会对玛利亚造成真错误的一个期待。咱简单来想就好啊，若是你有一个全台湾上有名的医生的后生，应该会当足好想象的，有足侪人，你身躯边的人拢会来拜托你讲，紧个啦，啊，阮迄个桑厝边迄个桑吼，啊，敢会当拜托恁囝来甲救一个，吼，拜托恁囝来帮斗相共一个，啊是讲要安怎敲病床啊，啥物的，就会足侪人拢来拜托你，对毋对？因为大家拢知影你有一个真出名的医生的迄个后生，所以若是安尼来想象的话，其实咱就会当来知影讲，若是耶稣无讲即句话，边仔的人可能会认为讲。玛利亚伊所要爱耶稣所行的即个生业，是因为玛利亚所交代的，也是讲因可能会无细腻就将即个荣耀拢归伫玛利亚的身上，甚至可能伫后来嘛会造成讲玛利亚伫砖头内底，侪人拢去找伊，啊去甲拜托，该造成伊生活的即个困扰，所以。耶稣伊必须爱透过叫玛利亚查某人即个字来切断这毋对的要求，也是讲错误的期待，是为着要互周围的人会当来正确来认捌上帝真实的大观念，嘛是为着无爱阁造成因老母其他的困扰。所以玛利亚确实是一个真谦卑、阁有智慧的查某人。当耶稣一讲，伊就马上来了解。就甲遐受测验人讲，伊要叫恁做啥，恁就做啥。短短的一句话，咱就看见玛利亚伊随时就交出伊的主权，而且遮嘛要求遮受测验人来顺服伫主耶稣基督的指示内底。遮算耶稣做啥物代志？伊就找见遮的仆人去将6个石甕用水来滴用满。迄当时石甕是咧装啥物水的？洗骹洗手的水嘛吼。所以迄个时代通常因装物件有几种物件啦吼，比如讲用陶做安尼烧起来做的迄种灰仔类的吼，陶罐迄种的。啊，过来就是一种，就是石头来所做，像即种的一寡容器安尼。其实用陶粉所做遮的陶罐吼，因较容易受到污染啦吼，所以无来做伫即个洁净礼仪装遮的水的一个使用。所以石头所做的遮的容器、石甕，就来诚做来装遮洁净礼仪所要使用的水的一个器具。当咱来思想这段经文水甲酒的意义的时阵，咱嘛会当来发现讲，水甲酒伫圣经内面嘛时常诚做一个譬如的物件，对毋对？水代表的是啥物？洗清气啦。水代表的就是会当洗清气。总是好的酒对我来讲，我认为这嘛是要表明耶稣伊所要带来新的一个生命，也是讲一个新的生命的更新，甲新的一个福音。所以当咱连接伫拄则咱所讲即个石甕的即个背景的时阵，咱嘛会当来思考，是毋是耶稣嘛伫即个中间嘛要来表示讲，所有经历过石甕内底的水来洗清气的遮个人。拢也应该相款的来经历到耶稣所要带来的新的生命，也就是讲，受到洗清气的人虽然真多，总是要经历到上帝认出耶稣真实的身份的人，其实是足少的。无论是对一款的意义，拢互咱对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内底，看到讲用酒来替换掉水。过来，阁有对伫老母的应答的即个2项代志中间，诚做即段经文耶稣所要显明出来的记号。当咱看即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当来思考看卖，伫即个经文的故事内底，有啥物人知影酒是耶稣所变出来的？有啥物人知影？
是布林吗？也是讲门徒，也是讲玛利亚？遮个人拢知影对毋对？总是新郎毋知，即个管理整个宴席的人毋知。伫即个经文内底的最后有一个真趣味的点，就是约翰记录写落来讲，遮个门徒看了遮个代志就相信。总是遮个门徒敢有真正的相信？伫咧后来咧看即个过程的时候，敢有真正的相信？应该无啦吼。咱甚至会当讲这是一个相信的开始，那尔。遮个门徒因拢看见啊，煞无完全马上来认出来耶稣是啥。若是安尼，当耶稣来到咱的面前的时阵，当咱看到耶稣的时阵，咱敢有法度认出来，这就是耶稣？咱敢有法度认出来，这就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当遮个门徒经历着一路来跟对耶稣的时阵，耶稣嘛透过伊的性命，甲伊即个性命的即个脚印，透过伊的生涯，设立侪侪的记号伫遮个门徒的心中。最后嘛，因为安尼，因经历着顶礼拜牧师有讲到有讲到的吼，经历着圣神，也因为安尼，就是耶稣所带来因性命第二摆的死。因的信心就伫迄时受到起造建立，成做一个用性命来传播上帝福音的门徒。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的性命敢有伫咱的性命中间留落什么款的记号？当我咧为着这篇讲道片咧祈祷的时阵，这段话进入到我的内心。耶稣的性命敢有伫咱的性命中间留落什么款的记号？其实吼，要甲大家分享，我从来无想讲要来做一个牧师。互大家有，恁感觉恁知影我想要做啥物无？我的梦想是啥物？上讲诶，爱心一个。我的梦想吼是要做厨师啊吼，做西餐的厨师，总铺师有缘投无？啊，搁这毋是我啦，这个还是我啦，吼。我想要做一个真厉害，做西餐得到米其林认定的即个大的总铺师。结果到即马，我敢若只有身材出米其林安尼，吼，所以吼，总是我迄阵吼，我的梦想就是讲，我想要去即个蓝带餐旅学院来学即个西餐吼，啊，拢查了啊，连入学条件我拢查了啊，迄个要进入内底迄个雅思吼英文测验，爱6.5分，啊，互恁摇安尼，我补习咯，补一堂课偌济，同换啦，无超过一堂。3分哦，无，伤有信心啊。1分，迄个作文我敢若会晓写名尔。好，所以吼，后来我发现吼，语言嘛是需要温书的啦。伫经过同活即个时间的拍拼，我认清即个现实，就是我可能暂时无法度完成即个目标。我需要脚踏实地来找一个较有稳定的一个工作。伫咧迄时的我吼，失去我的梦想，佮失去我的朋友，因为迄当时我所有的朋友因拢上大学啊，只有我高中毕业了后，我就开始想要准备考试，所以我高中遮真好的朋友因拢去大学读册，然后因就有家己的朋友啊，然后迄段时间我失去一段真好的朋友，因为较早阮做伙拢伫厨房做伙学师啊吼，啊所以迄种革命情感足深的，啊结果后来因全部拢上大学，佮去另外新的朋友了，我煞来失去遐个朋友啦。所以迄当时失去遮个朋友，佮失去梦想，佮失去目标，啊，佮有侪侪经济压力等等的，互我感觉讲夭寿哦。我会当讲袂使安尼讲，歹势，逼。我是讲啊惨嘛，我迄阵吼真正是一个足苦难的人，足痛苦的人啦吼。所以迄当时吼，我著甲家己的英文名吼号做是 JOB 啦，约伯啦。job， 因为我想讲，我真正甲约伯共款苦呢。迄当时我真正足痛苦的，因为失去方向，啊，佮感觉我毋知要创啥，啊，想我感觉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结果，伫迄个时阵吼，佮受到现实的迄个暴击，是啥物意思？我受到兵单啦，就是爱去做一当的兵。我是82年厝的，所以我爱做一当。我是最后一个爱做一当兵的迄个吼。
所以迄阵收到冰单的我吼，实在是人生感觉乌白啦，想讲惨啊！啊，搁我浪费遮济时间咧补习，啊，搁考1分，啊，搁无法度出国，啊，结果即马搁爱浪费1冬，搁爱去做兵。我想讲惨啊！我人生真正乌有去啊！啊，逐个拢咧出社会，啊，读册，啊，干那我伫遐浪费时间。吼啊，所以迄当时吼，迄抱着吼真艰苦的心吼，教会替我办壮行礼拜啊。啊，我搁剃头啊，啊，准备要日午前1工，我当咧小北百货咧买迄个蓝白拖，想讲好啊，明仔载要入去啊，好好啊来备办心安尼。结果我买蓝白拖买到一半，殡仪科敲电话来讲，李先生你好，我有收到一个通知，昨一个公文来，就是讲你符合资格，会当做12工的补充兵。我讲你是诈骗集团嘛？伊讲毋是，我是殡仪科。我讲12工，伊讲12工是啥物？伊讲补充兵。我讲啊是，伊讲你来了解你就知。我讲好，我倒摆随徛咧，就去迄个殡仪科嘛吼。伊就甲我讲，我只需要做12工的补充兵啦。就伫迄个时阵，真正上帝替我省1冬的时间。迄真正是拄啊好，你敢知？我伫迄内底拄啊好，感觉做兵足无聊的时阵，我就退伍啊。迄当时我转来的时阵，张了哥甲我骂讲我诈骗集团。因大拢想讲后要做1冬啊，惨啊！啊，教会遮侪服侍无人做，啊，结果那2礼拜就转来啊。啊，搁我搁骗因的红包，搁礼物安尼。嘿啊，所以真正是诈骗集团。啊，上帝替我省1冬的时间，真正互我会当伫即个过程中，好好啊来敲找人生的目标。其实讲实在，伫咧后来即个敲找人生的过程中，真正遮无论像即款的记号也好，也是讲做会祈祷中间的亮光也好，真正拢真做我咧行往上帝呼召的道路顶悬的每一个记号。所以当我咧回想我人生的时阵，我就发现，就是遮侪遮的记号，帮助我来相信，帮助我来认出我的性命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咱每一位受到上帝引出来的囝儿，咱拢有反败为胜的望，敢毋是？当我回头去孝顺遮个记号的时阵，有时上帝将我的自卑来医治，有时上帝来刺激我的目屎，有时上帝伫咧我艰苦的时阵坚固我的信心，有时耶稣伊用永远的失败、永远的疼来接纳我。伫咧行遐无望的时阵，透过祈祷灵修，上帝互我亮光，互我知影要对位来行。这拢真多，这个记号拢真多。我伫咧失败中间，无得到失去望的每一个根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其实伫咱的人生中间，无论是稳定、苦难、失败，也是欢喜，拢有上帝的记号伫咱的生命中间。其中，当咱将透过这个记号来正确来认出耶稣基督就是咱生命的主的时阵，咱就会当来得到，就算是失算，犹原是祝福的一个新的眼光。今仔这个经文，约翰透过这个经文内底邀请咱拍开心灵的眼光，来看到讲这是一场弥赛亚的宴席。无论是有啉着酒，无啉着酒，也是讲有食饱无食饱的。重点就是咱敢有对这个记号生涯中间来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咱的拯救者，伊就是这场宴席真正的主人。等于讲，伊有伊的时刻的时阵，咱嘛爱来马上来了解。无论是咱有啥物款的迫切的需要，也是讲咱有啥物迫切的祈祷，咱拢爱知影，这个决定的权利在伫耶稣基督的手，在伫上帝的手中。也因为安尼，咱就会当放心放心肝放互看吼，会当来经历现在。就算讲，咱以为讲无酒，也是讲永远家己有埋怨的时阵，有欠缺的时阵，甚至有时咱有讲袂出嘴的遮个吐气，总是咱拢爱知影，因为一切拢有耶稣的事。当伊的事临到的迄个时刻，也就是咱对失算、对失败中间领受到真实祝福的时阵。
所以咱的心会当安然自在，是因为咱有啥物？主耶稣。伫欠缺、惊吓、失败中间，咱永远会当心安然自在。就亲像今仔少年团契所献的这首诗歌，心安然自在，因为伊是疼咱，伊是知咱的上帝。当咱透过咱的生命中间的记号来认出耶稣基督真实的这个甲咱的真实的关系的时阵，咱就会当伫这个患难艰苦中间，永远来大声吟诗，因为有主耶稣，咱的心安然自在。只是想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咱做伙搁来唱一首，唱谈多迄首诗歌《心安然自在》。想要用这首诗歌诚做大家的帮赞，特别是咧有时阵新的开始，新的一档要开始，可能会碰到侪的挑战。总是咱嘛来记得，伫即个新的一档开始，咱将上帝、耶稣伫咱生命中间的记号记伫心内，诚做咱认出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的每一个记号。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你真正成做阮生命的顶牌，你真正知阮，你嘛真正疼阮，你互阮知影，伫阮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美好的身份，就是成做你的囝儿。当阮透过孝顺阮生命的遮个记号，你所伫阮生命中间所显明遮个身影，较稳定的时阵。阮就认出你就是迄位疼阮的阿爸爸上帝，求你来继续来引带带领，特别是要伫2025年要开始的即个新的一档，求你来真正来陪伴阮所有文山教会的兄弟姊妹，互阮每一个人
伫个生命中间，用真实来认出，阮的救主耶稣就是阮生命的拯救者。求你继续来带领，透过你的听甲稳定、引带、帮赞、坚固阮所有兄弟姊妹的生活，互阮会当来，因为经历着这个，阮就愿意来跑走即个信仰的道路，来跟对主，来传扬福音，彼此相听，彼此服侍。阮将所有的一切，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听阮的主上帝。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来吟回应的诗，信诗119首。信诗119首，上帝囝基督。上帝囝基督，永做万福源头，常常是阮祝福，亲像雨水长流。讲我的心，赞我的嘴，亲声学老救主恩惠。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献上感恩回应的一种方式，是对心内发出甘心乐意，
若是你毋知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伫周报的第2面，请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记纳所备办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6-9节，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记纳所备办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现到周报第6面，教会消息佮报告。歹势，显着周报第3面，下周的圣工分担。下周的领袖是敬拜团，司礼是潘美妍长老，司琴是苏云华姊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我本人甲林中校执事，交台是我本人甲陈素娥姊妹，音控是陈佑珍弟兄甲张信群弟兄。因为下礼拜是联合礼拜，所以无华语礼拜。下周拜3的查经祈祷会，题目是耶稣行家己的路，经文是路加福音第4章14节到21节。主理是张一乐长老，司会是张云玲长老。主日礼拜的内容，经文是《希利米记》
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题目是：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信息客英文根据家己来看。主理是理和传道师。现到第6面的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下主日了后，要召开2025年的会员互会。会员的名单甲上一年的个人奉献的资料，拢已经搭伫1楼的公布栏。下周若是要请假的兄弟，请大声小会的书记问向长老来请假。下周是联合礼拜，无华语礼拜。佫补充报告一个，就是周报无写到的内容，就是今仔日礼拜了后，会当伫1楼门口登记领取互会手册，会当就是若想要先来看的，会当先来摕，要毋过下礼拜会记你查来安尼。第2点，教育团契组要伫本主日礼拜了后12点半，伫大会议室召开会议，请组员要爱参加。第3点，本会有6位学生：王永仪、陈佑兴、陈玉章、张信仪、林瑜如、郑永友。伫本个月18号到20号，就是昨到明仔载，要参加考大学的考试，请各位兄弟会当为因代祷，保守因会当考到合适的学校。第4点，本会少年团契要伫本个月23到25号，要到伫中华鹿港，要举办生活营，请兄弟为因的出入平安、人民成长，还佫有学习来代祷。第5点，若是有意愿参加插花的服侍的，会当甲美妍长老来联络。第6点，主日学教务同工要伫本主日礼拜了后12点半伫地下室1楼 B1 召开会议。第7点，因为下周就是旧年的新年，每一档教会拢有新春庆谢礼拜。今年的时间就是1月29号拜3，上午9点开始。迄天暗时嘛是有祈祷，早间祈祷会会照常举行。2月2号的礼拜，游园嘛是有台语甲华语2场的礼拜。第9点，第8点，新年期间要邀请大家会当来就是来献诗啊，就是若是有意愿会当来参加礼拜献诗。即摆的献诗有淡薄仔无啥相共，就是甲往年无啥相共，就是新春礼拜的希望是以家庭为主以家庭。2月2号的主日礼拜希望是以幼稚的方式。若是有意愿会当伫1楼柜台登记。我稍微用华语来说明一下，就是以家庭，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就是你可以，就是你们家的人，就是可以选1首歌，然后到1楼柜台来登记，然后不限1首，就是一个家庭可以1首歌，所以可能有好几个家庭，然后来献诗这样子。所以礼拜当中就是周报就会再排那个流程，就是就是如果很多首歌的话，就会排流程进去这样子。那有志的方式也是一样，不一定是就是找你的朋友，找会友，对，也是可以，就是一样都是可以有很多首诗歌来献诗这样。希望大家就是有理解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不懂的话，可以再询问。第9点，伫1月27到2月1号是旧年的新年，这段期间教会会休困。逐团契的聚会嘛会暂停。这中间若是有急事，会当联络课务师、传道师，还佫有职业长老。电话有伫面顶，大家会当来记的。
啊，后面的教会集体交通的大道的代志，拢家己来看，若是有问题内容，拢会当甲干事提出。今仔日好，即时来行平安礼。徛地来吟祝福的诗，信诗396首，信诗396首，打马散花求主赐福。吟诗线请科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毋忘，
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这时礼拜已经煞，愿上帝祝福大家。